早晨，今朝想分享一本書，叫做《上游思維》，作者呢係丹希斯。你有冇試過每日返工嘅時候都好似打仗一樣，一個問題未解決，下一個又嚟呢？嗱，成日都好似要救火咁樣，但係就永遠都救唔完喎。其實問題就唔係我哋唔夠勤力，而係我哋未揾到合適嘅方法。今日呢本書呢，會教你一個好重要嘅概念，點解要做一個預防者，而唔係一個救火員。作者呢就用咗一個幾好嘅比喻，想象你喺河邊睇緊風景，突然間就有人跌咗落水喎，咁你會點做呢？當然就係跳落去救人啦。咁但係首先假設呢，你係識游水嘅。但係如果一個接一個咁跌落去，你救完一個又一個，救到自己都斷氣咁滯啦，咁點算呢？嗱，呢個時候呢，聰明嘅人佢會點做啊？佢應該呢係會沿住河邊行上去上游，睇下點解啲人會一個接一個咁跌落水。嗱，可能係冇欄杆，可能係指示牌唔夠清楚，甚至根本可能冇人留意到有危險。嗱，當你揾到源頭，將佢解決，咁咪冇問題咯。嗱，呢個呢，就係上游思維啦。喺問題爆發之前先將佢解決，而唔係等到出咗事之後再去補鑊。點解呢？咁多人中意去救火多過去預防呢？嗱，原因好簡單。第一，救火有 feel， 馬上呢就睇到效果啦。老闆呢會讚你喎，同事呢又會覺得你好勁。第二，預防呢就要做好多嘢嘅，但係表面上就好似乜嘢都冇發生過，冇做過，冇人呢會多謝你，因為大家都唔知道呢自己係因為你做過啲乜嘢事而令到佢哋避開咗啲乜嘢危險喎。第三，預防呢係要好長遠嘅。嗱，你需要建立制度啦，收集數據啦，不斷咁調整，而呢啲工作都係花時間、花心機、花耐性嘅。所以呢，大部分人就寧願做救火英雄，都唔願意做隱形嘅預防者。嗱，等我講3個古仔俾你聽啊。第一個 Expedia 呢點樣慳翻幾千萬？Expedia 就係一間好出名嘅旅遊網站。以前呢，佢就有個大問題嘅，60%客人訂完酒店機票之後呢，都會打電話去客服嗰度再問問題嘅喎。公司一開始點樣做呢？就係請多啲人咯，加快接聽電話嘅速度。嗱，呢個呢就係典型嘅救火思維。但係後嚟呢，管理層就問咗好多重要嘅問題。佢哋想知點解咁多人要打電話嚟問嘢？於是佢哋就開始研究嗰個網站邊度有問題啦。原來呢，就係 email 做確認嘅時候寫得唔清楚，流程呢就太過複雜，資訊呢又唔齊。咁經過優化之後呢，佢哋嘅求助電話就可以下跌翻得15%，足足幫佢哋慳咗幾千萬美金。客人仲好滿意添，因為唔需要再打電話去客服嗰度再問嘢啦。第二個呢，就係芝加哥點樣救翻啲學生。芝加哥公立學校以前嘅輟學率呢就好高嘅。學校通常係等到學生開始冇返學，成績好差之後先至做學生輔導，但係嗰陣都已經遲啦。後嚟教育部就做咗一個預警嘅系統，追蹤學生嘅出席率、日常嘅表現。一見到有問題呢，就即刻通知佢哋嘅屋企人同埋老師去傾，提早介入。結果就有好多原本想輟學嘅學生呢，就留翻低，而畢業率呢就大升。第三個呢，就係美國點樣避免鉛水嘅危機。嗱，美國有啲地方原來係試過鉛水事件喎。
嗱，咁呢個真係香港有機會可以學習下啦。當時啊，搞到好多小朋友嘅健康呢係出咗問題嘅。嗱，以前政府部門啊係等到有人病啦，跟住佢先做嘢。但係後嚟呢，佢就用上游思維，主動調查所有嘅水管，換晒所有舊嘅設備，跨部門合作，提前防止污染。結果啊，就成功避免咗大規模嘅健康災難。嗱，人哋咁樣做咪好咯，點都好過將件事賴落去一個做接駁嘅水喉匠啊嘛。咁講咗咁多古仔，平時我哋生活上又可以點樣練習呢？嗱，我試下俾幾個方法你啊。練習一，每日用十零分鐘做上游時間，揀一個固定嘅時間，每日呢，可以係朝頭早或者收工之前，諗下嗰一日或者近排有乜嘢問題係不斷重複嘅呢？嗱，唔好急住去解決喎，而係呢，問一問自己點解會咁，個源頭會係啲乜嘢呢？嗱，不妨就揾張紙寫低佢，慢慢呢，你就會知道發生緊咩事啦。練習二，嗱，一個星期呢，做一次嘅問題分析，揀一個你覺得好煩又成日重複出現嘅問題，例如每次開會都揼波鐘，屋企個廁所成日都塞。嗱，試下花多少少時間做深入啲嘅分析，諗下邊個環節出咗問題，有冇數據支持呢？會唔會有得改善呢？當你諗到解決方法呢，就試下去做一啲小改變。練習三，同人傾偈嘅時候呢，就多啲問點解。當同事啊或者朋友同你講佢哋遇到啲乜嘢問題嘅時候，你就試下呢，唔好即刻俾建議，反而呢，就問多幾次，點解會咁噶？之前發生過啲乜嘢事啊？咁樣嗱，呢個習慣呢，就係會幫你慢慢建立揾源頭嗰種嘅思維模式。丹希斯咧就講咗一句幾有意思嘅說話，佢話應用上游思維最美麗嘅結果咧，就係乜嘢事都冇發生，因為問題已經俾你提早解決咗啊嘛。嗱，呢種預防性思維咧，就唔單止適合公司管理，你嘅個人生活、屋企、團隊入面咧都用得着。嗱，由今日開始試下做一個預防者，而唔係去做救火員，咁你呢就會發現人生可以輕鬆好多噶啦。嗱，好啦，今日嘅分享呢就到呢度，希望呢本書可以為你帶嚟啟發，我哋下次見啦。多謝你嘅收聽，唔好忘記按讚、訂閱、撳鐘仔，咁先可以好容易揾得返我哋。下次見。